願你唔因俗事而迷失，反因俗事而覺醒。清靜不在遠離，而在安住。你唔需要去深山修行先至清靜，你可以喺廚房、街市、辦公室中修心。只要你唔執着、唔煩惱、唔迷失，你就已經喺修行之中。願你在人間煙火中，仍能守住一份靜好。自在不在外境，而在心念。外境繁華或清寂，都唔係決定心境嘅因素。真正嘅自在，係心念唔被外境牽引。煮飯的煙霧，亦是供養的香火；人聲鼎沸，亦是梵音的迴響。願你無論身處何境，皆能安住自在。修俗中清靜的方法，每日做家務時，唔急唔躁，視之為禪修。面對繁瑣事務時，提醒自己呢一刻都係修行。練習動中觀心，喺忙碌中觀察自己嘅情緒與反應。